心边无香味。冷风吹，不知冷，冷月照，心不明。孤夜暝，你在他乡，在他乡我想你。今夜的思乡机，声声是等待你。有着伊来离开，请保重你自己。今夜的思乡机，声声是我爱你。约束的一段情，不敢来放袂记。袂记，亲像彼日水，咱期待中风时的约定。今夜的月虽然圆，若无你伫身边，怎会水？今夜的花虽然开，若无你伫身边，无香味。冷风吹，不知冷。月照，心不明。孤夜暝，你在他乡，在他乡我想你。今夜的思乡机，声声是等待你。有着伊来离开，请保重你自己。今夜的思乡机，声声是我爱你。约束的一段情，不敢来放袂记。会记，亲像彼日水，咱期待中风时的约定。今夜的思乡机，声声是等待你。有着伊来离开，请保重你自己。今夜的思乡机，声声是我爱你。约束的一段情，不敢来放袂记。会记，亲像彼日水，咱期待中风时的约定。今天非常开心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，听到我声音有觉得很陌生吗？一点都不会，因为呢 Bingo 今天已经没有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今天变成创作歌手，我可是今天的主持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吴淑敏。今天我们要邀请的这位来宾呢是周伟杰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。我唔知要他讲的。我今仔主持人呢，我今仔来煮饭的呢。我知，感谢秀敏啊哈，这个感谢淑敏来帮我主持哈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周伟杰 Bingo， 嘿。是哇，今仔日你的新婚无讲哦，好，你今仔爱扮演一个歌手的角色。对啊，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歌手，你知道？对。以前我嘛干嘛我在被访问的时候呢，都是青涩跟清纯，然后我相信我的文笔就是属于文青，有气质。文青哦，哦，是。你也不要剪不掉，你也不要剪不掉。文青
哦，你是说你以为你是桂纶镁那一派的，是不是？慢的啦，今天好不容易可以上淑敏的节目。哎呦，对，我是主持人，对，这个身份要搞清楚一下。对啊，但是今天我可以来这边当主持人，我有多开心哎！怎么了？我不晓得哎，我觉得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也是一直以来都是当歌手嘛，但是这几年开始慢慢啊，马博赚啊，兼差跨行，然后就开始觉得其实这歌曲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咱也当红红门，咱今嘛个跨越这个广播界，咱也当个红门把郎，那个不同的角色就会不同的心境。当然伟杰哥更厉害了，因为你还涉猎了这个创作的部分。哦，你是说因为我今嘛在做这个第一个专辑哈，我都是就自己写的歌啦。这个部分其实刚开始我也是蛮挑战的，说真的，说明我刚刚开始。但是你现在已经呈现老鸟的状态。我知道一开始全新创作一整张专辑，的确是有淡薄惊，好，有淡薄压力。但是现在伟杰哥已经来到了这一张《歌要飞》是第几张啊？第4张的创作专辑了，台语的。你好厉害哦，真的是不容易耶，感觉很像就是说，因为基本上我就得大牌歌手都会跟你要歌啊，譬如讲那二姐啊，好嘛，就介意你的歌啊，是江惠二姐，阿哥就这歌曲啊，譬如讲秀儿妈呀、新梅姐啊等等啊，还有一位小天后吴淑敏啊，对啊，小天后自己家啊，我朱麒麟呢，我叫朱麒麟呢，我袂用跟你讲哦，奇怪，你安怎讲就是会使安怎讲，对啊，那给你邀歌啊，你要。又一张这个全新创作的歌曲，想必你一定是有很多压箱宝，对不对？压箱宝其实攻坚的啦，我当时在下歌时，我当然心里会想说，我现在心境是怎么样？或者是讲我在贴下面人下歌哈，我当然会标记，但是有当下你下就感觉这个歌有适合咱自己唱，还是讲很有感觉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好像应该要放在自己的专辑。那不拢做别人的时阵，你到时阵你改变做专辑的时阵，可是这我有一个问题。就是因为人都有盲点，我们都会看别人，可是我们常常看不到自己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譬如讲伟杰哥，你会帮淑敏写歌好啊，你的会去了解我嘛？好，那而且我们又认识好一段时间呢，然后私底下又是好朋友，所以你可能会看到不同层面的淑敏。所以你在写歌的时候，你就有很多 idea，很多想法。譬如说，就很像你是设计师一样，你知道要帮我穿什么样的衣服啊？对。好，每次都有不同风格，可是往往我们都会看别人，看不到自己，所以你要帮自己筹备一整张专辑。它一定有一定的困难度，有，而且你知道，在抓主轴的时候啊，你永远不晓得说到底要用哪一首歌来当主打歌，因为拢你写呀，对啊，人你讲家己囝拢嘛做水，对啊，所以这张啊，你感觉我要飞？你感觉是你足介意的，你内底上好的吗？因为你一定大首拢是上好的啊！我是要呢让我要飞当主打歌。我要飞，我觉得是希望能够当所谓的主打，加上同名专辑是一个氛围啦。因为我感觉讲人在感情的世界内底当我这里想要逃脱的时候，但是不一定真正走哦。你有感觉不？人跟人相处的时候，一定是有很多摩擦嘛。对啊。我赶快世界来到家里形容不同的家庭背景啊。对。然后我又想说，好像刚开始都觉得，弄不上哈，好弄也当接受哈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一开始人跟人的时候，我会忍耐你，你会忍耐我。可是到了一个饱和度的时候，你就会爆发。对。然后你就会想挣脱，可是呢，你回过头看的时候，你可能还是觉得，其实他也蛮包容我的啦，还不错啦。然后就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可能我就尴尬。对啊，所以我被飞嘛。可是你这一只鸟可能被飞，可是有一条线。鸟不要加重音。好。就是你这一只想要飞的小鸟儿呢？小鸟儿，那你到底想要哪一种？你很烦呢。好啦，可以接受了。OK， 就是你想要飞，可是你却又希望有
一条线牵住你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我是想要飞，是因为我想要知道说，到底你的心里在想什么？为什么当初迄东西咱较好的时阵，你讲爱我无后悔的时阵，对吧？哈，到今嘛你是翻倍的时阵，然后我都搞不清你心里在想什么，搞不好我被你翻倍，你还不是我唯一，不是，我还不是你唯一翻倍的人哦，所以我很亏你翻倍，我被背去你的心肝底，啊，这心肝底起码变做青分的心肝底，你知道？天哪，本来很熟很好的。你现在讲这一段话，我有一个画面，感觉很像就是同床异梦。有，就是明明跟你很像很亲近，可是我好像怎么样都走不进你的心底。结果是好像一个人家在讲说最熟悉的陌生人，哇哈！真的。我今晚要去看这个翻倍的时阵哦，我就是想要了解你的内心世界，是不是你的生命里面，你本来就是一个放荡，或者说你本来就是不是那么专心专情的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勉强你呢？哦，爱的人到底有偌济？好啦，咱今麦就来听这首歌，我要飞，我要飞。飞去你什么？飞去看看的天顶吹。哦，谢谢。明明就是我的歌啊！好了，可以翻唱，可以翻唱。好，我们现在先来听伟杰哥的这一首主打歌曲《我要飞》。行到底，风会对倒吹。爱你的、疼惜的，情深几回。咱若分开行，真济甘要搁轮回。伤心的、亏欠的，要还几世？我要飞，我要飞，飞去看看的天顶吹，吹倒转咱的彼句话。你讲你爱我无反悔，我要飞，我要飞，飞去青云的心肝底。看今朝你的反背册，爱的人到底有偌多？行到底，不知风会对倒吹。爱你的、疼惜的，情深几回。咱若分开行，真济甘要搁轮回。伤心的、亏欠的，要还几世？我要飞，我要飞，飞去看看的天顶吹，吹倒转咱的彼句话。你讲你爱我无反悔，我要飞，我要飞，飞去青云的心肝底。看今朝你的反背册，爱。